嗯，好，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南方東英特約嘅 ETF 開市精選啊！咁今日嘅嘉賓呢，就張健朗 Kenny 喺度嘅，早晨 Kenny。早晨，Cherry，早晨各位。係啊，早晨啊！咁啊睇翻呢港股啊，上個禮拜五呢，即係喺呢個2026年嘅首個開局日呢，嗰個升幅呢都非常之強勁啦，可以話係喜出望外添嘅。咁但係今日呢，叫做第二個嘅交易日啦，26年都叫做係 OK 喎，因為睇翻本身諗緊上個禮拜五咁樣升上嚟，係咪因為啲北水呢未翻嚟，所以夾翻個倉呢？咁啊，暫時睇翻今日呢，即使北水回歸呢，其實港股嗰個食股嘅盤呢，似乎就未有想象中咁即係激烈啊，因為呢，港股呢頭先呢，其實都係跌過大約呢就80零點左緊嘅最多，咁啊之後呢，反而係倒升過挨近100點嘅，咁啊而家暫時呢，睇翻港股嗰個水平啦，都仲叫做喺26,400點附近啦。咁我都想問下 Kenny 啦，如果今日啊即係北水翻嚟都暫時未有食股，反而港股仲有得升嘅話啦，咁其實投資者方面可能係用翻一個進取少少嘅策略，定係防守少少好啲呢？係啊，Cherry，咁翻到嚟2026年啦，頭兩個交易日啦，港股表現都非常之唔錯啊。咁暫時見到恒指亦都上翻26000，科指亦都去翻5700嘅位置啊。咁當中見到好多科技股啦，特別係今日嚟講啦，個表現都非常之唔錯啊。特別你話睇到例如中芯啊、巴巴啊，甚至乎快手呢一類嘅股份啦，個升幅都幾為明顯啊！咁我覺得短線嚟講啦，見到上個星期五啦嘅交易日當中啦，我哋嘅3033全球最大恒生科技指數 ETF 啦，都有接近10億嘅資金流入啊！咁我覺得短線嚟講啦，觀眾亦都不妨，因為好多個股其實個表現都比較分化啦。咁如果你話去博個股個風險啦，我相信依然都會較為之大啊！咁亦都不妨大家可以喺26年嘅開局，用住我哋嘅3033以一籃子嘅方式啦，去捕捉科技股板塊啊！咁當然最近嚟講啦，科技股都有唔少好嘅消息啦，例如百度嘅昆侖芯片啦，即將會分拆上市啦。咁甚至乎係一啲中芯嘅對於內地中芯國際嘅持倉，亦都有慢慢去增加啦。我相信呢一類嘅消息啦，都會帶動到成個科技股板塊。咁大家亦都不妨用3033喺最近呢啲低位嘅時候啦，去慢慢分住吸納啊。因為見到12月份啦，其實好多科技股個回調啦都較為之大啊。咁現階段嚟講咧，亦都可以不妨揀翻一啲優質嘅科技股，再配搭埋3033去部署。而今個星期啦，其實中國內地方面除咗北水亦都翻嚟啦，好多經濟數據啦，包括你話一啲PPI 數據啊，亦都會慢慢公布啊。我相信對於市場上嘅波動性都有一定嘅影響。咁大家亦都要，我覺得可以不妨用3033，再加上自己中意嘅個股啦，去慢慢再入翻呢個科技股板塊咧，就會較為適合啊。嗯，好啊。咁啊，除咗即係關注科技股嘅一啲嘅部署之外啦，咁之前都有同 Kenny 講過咧，港股方面可能有啲防守性嘅策略啦。因為頭先都講話，其實本身咧都幾擔心，即係今日咧北水翻嚟之後，可能會有一啲食股盤湧現嘅。咁如果真係觀眾，譬如除咗即係相對嚟講部分策略係偏去防守一啲之外咧，其實可能亦都即係想關注收息方面啊，有啲咩嘅選擇嘅。咁如果係譬如部署翻2802你哋嘅國指 cover call 嘅 ETF 嘅話咧，最新有冇啲乜嘢需要注意咧？係啊，出嚟咁講到一啲收息產品啦。如果大家熟悉我哋南方東英嘅產品啦，都知道我哋喺上個月啦，12月11號啊，正式推出咗國指嘅 Cover Call ETF 呢個2802啊。咁短短喺一個月多少少當中啦，其實都有接近1億嘅資金流入啦。咁非常之受到市場嘅歡迎啊。咁呢一隻都係一隻派息嘅產品啦。咁稍後時間啦，我哋都會喺官網公佈翻嚟緊1月份嘅一啲除淨日嘅資料啦，咁大家都要繼續關注住啦。咁如果大家熟悉 Cover Call ETF 啦，都係透過每個月去賣出一個認購期權啦，去派翻一個股息率各位投資者。咁呢一類產品當然個波動性咧會比起一啲指數為之低啦。咁甚至乎亦都係一個每月派息嘅情況啊。咁我相信中意收息嘅觀眾咧，2802啊，今年亦都係一個收息之選。同埋睇翻國指最近嘅表現啦嘅波動性啦，即係如果冇一個大升嘅情況，比較一個平穩嘅底下啦，cover call 嘅策略啦，仍然係會比較有利啊。咁大家亦都不妨用翻2802，再配合國指入邊一啲可能個股，大家都係一啲深水股啊，包括你話又有小米啊、巴巴、騰訊呢一類啊，咁可以去一個組合嚟配搭翻啦。我相信都幾為適合。
咁相關嘅派息詳情咧，亦都會稍後時間公佈啊。嗯，好啊，咁啊，大家咧記住留意住咧，就係南方東英嘅官網啦，同埋我哋嘅節目啦，即係同 Kenny 都會再同大家去 update 嘅。咁啊，但係另外嘅話咧，亦都想問下外圍市場方面嘅策略又點樣啦？因為睇翻呢，今個禮拜咧，即係除咗內地方面會公布一啲數據之外咧，其實美國方面呢，亦都係有一啲數據係會公布嘅，譬如咧就 PMI 啊、非農同埋 CPI 嘅數字都即將係會出㗎啦。咁啊，市場亦都留意住咧，即係嚟緊呢個 CES 嘅即係科技大會入面啦，譬如 Nvidia 嘅黃仁勳啊，呢啲都會即係繼續去講話嘅。咁會唔會話喺呢啲大事件同埋數據之下咧，即係美股方面咧都比較多資金去再重新關注翻，同埋尤其是係一啲科技相關嘅部署咧？嗯，係啊，Cherry。咁你話講到美股方面啦，今個星期都有唔少經濟數據啦，包括非農啊、PMI 啊呢一類啦。我相信對於個市場啦嚟緊個減息路徑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啊。咁你話睇翻資金流方面啦，都見到唔少資金啦，利用翻我哋美股嘅 Mag7 ETF 3454啦，去一次過捕捉呢個美股七雄啊，因為見到早前咧，特別係你話納指 S&P，其實最近都有少少回落嘅當中啦，都見到唔少香港嘅投資者啦，利用翻3454去一次過捕捉，因為始終新一年嚟講啦，AI 科技仍然會係大主題，而當中你話 Mag7，無論佢一啲企業嘅盈利啊嘅，甚至乎股息咧都係一個唔錯嘅水平底下啦，我相信如果香港投資者喺港股冇乜心水嘅話啦，都不妨用3454去部署啊。咁啱啱都有提及過啦，即係今個星期都有一個科技大會呢個 CES 大會啦。例如當中嘅 Nvidia 嘅黃仁勳啊，甚至乎 AMD 嘅負責人啦，亦都會相繼發表講話。咁睇翻上年啦嘅 CES 大會啦，其實之後啦，見到 Nvidia 個股價都有一個好明顯嘅升幅啊。咁你話睇翻 Nvidia 嚟講啦，我哋嘅當然要留意翻我哋嘅個股槓桿產品呢個7788啦。最近喺回落當中咧，都有見到唔少嘅資金啦，慢慢去捕捉翻呢一隻2倍嘅槓桿產品。咁我相信喺呢個 CES 大會之後啦，可能一啲新嘅 AI 技術啊，甚至乎機械人推出之後啦，對於個 Nvidia 個股價都仍然會有一個刺激嘅作用啦。咁短線嚟講，如果睇好美股可以反彈嘅觀眾啦，不妨用7788去留意翻。咁講完 Nvidia 之外啦，都要留意埋另一隻個股就係 Tesla 啦，因為呢排其實都係大家嘅焦點啊，因為個價格都跌咗成幾個交易日之後啦，見到7766啊都有唔少嘅觀眾慢慢部署翻，因為睇翻 Tesla 最近都有啲新消息，就係佢個自動駕駛，有一啲可能美國嘅市民成功由美國嘅西岸用呢個自動駕駛揸到去東岸，咁所以呢啲消息咧都有機會帶動到 Tesla 短期個股價。咁如果大家新一年仍然係睇好 Tesla 呢個電動車嘅龍頭啦，都不妨用7766去部署。雖然最近佢公布咗一個買車消息，就失去咗呢個全球呢個第一嘅位置啦，俾呢個比亞迪。但係短線嚟講咧，我相信個股價如果企穩之後啦，大家都可以用7766再進行一個部署啊。嗯，係啦，即係最近呢，即係大家睇住佢有好多嘅唔同嘅新嘅發展啦，例如機械人方面，即係究竟有啲咩新嘅消息會嚟緊係再公佈啊，同埋咧就係即係之前 Elon Musk 同埋 Trump 咧，即係恩怨情仇非常複雜啊。咁最新呢，即係 Trump 又再同 Elon Musk 咧即係食飯啊，咁睇下會唔會再有啲咩新嘅消息出嚟，睇下帶動到個 Tesla 嘅股價7年跌之後有翻個反彈啦，會唔會？咁另外嘅話咧，亦都就想傾下咧，就係呢一個外圍市場，除咗美股之外啦，韓股我哋之前亦都係有跟進一啲科技相關嘅股份啦。咁韓國股市咧受住譬如 SK 海力士啊等等一啲強勢嘅股份咧，即係上年嘅帶動之下咧，其實整體全年係升成7成半，係超級誇張，即係跑贏晒環球好多好多嘅。咁啊都想問下 Kenny 啦，而家最新其實睇翻市場都仍然覺得一啲叫做係儲存晶片嗰個強勢仍然係會持續嘅喎。咁資金係咪都繼續去即係關注翻相關嘅一啲股份呢？係啊，Cherry，咁你話今日睇翻成個亞太股市啦，包括韓國、日本、台灣都做得非常之唔錯啊！特別啱啱 Cherry 都有提及過韓國啦，上年係升成7成咁滯啊！咁睇翻 SK 海力士最近個股價咧，喺韓國嗰邊亦都創咗個新高啦。咁所以我哋7709啊，其實由之前低位一啲10蚊嘅位置啦，都最新報到18.4嘅位置啊！咁見到
最近咧市場上資金啦的而且確仍然係追捧呢一類存儲晶片嘅個股啊，因為睇翻好多大行嘅報告啦，仍然繼續上調 SK 海力士喺韓國嗰邊嘅目標價，即係現時報69萬幾啦。咁見到好多大行都仍然上調目標價去到80萬啊。咁因為睇翻你話成個儲存晶片板塊啦，對於一啲佢無論 SK 海力士嘅 DRAM 啊、HBM 嘅加價情況係仍然持續啦，咁個需求仍然非常之大啊！咁我哋相信嚟緊嘅一個季度嘅業績啦，亦都係會有一個非常唔錯嘅表現。咁而且今個星期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 SK 嘅負責人啦，甚至乎三星電子都聯同韓國總統呢個李在明啊一齊去訪華。咁我諗當中一啲利好我哋兩國嘅一啲合作消息啦，都會帶動相關嘅格價，因為之前都有提及過美國對於 SK 海力士，甚至乎係三星電子對中國一啲出口嘅管制都有寬鬆嘅情況出現啦。咁我覺得短線嚟講咧，資金仍然會追捧7709，甚至乎係7747三星電子。咁但係因為基於呢兩隻產品咧，其實最近個升幅咧都已經非常之強勁啦。我覺得如果仍然有興趣嘅觀眾咧，不妨可以等兩隻產品咧個價格稍微回落之後啦，先用翻分注吸納，去再搏一個升幅就會更加適合啦。咁我相信最近包括你話韓國呢個兩隻嘅儲存晶片啦，甚至乎美國一啲儲存板塊咧，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住啊。咁個行情仍然短期嚟講應該相信都會持續啊。好啊，咁啊有興趣嘅觀眾就密切留意住，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回調吸納嘅機會咧？我睇翻頭先即係7747個圖超級誇張㗎，即係而家仲升緊1成1啦，但係話完全係裂口加呢個大陽燭咁樣去升上去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嘅話咧，亦都就再同 Kenny 傾下，有冇啲咩補充？即係喺今個禮拜可能大家需要留意嘅咧？係啊，今個1月份嚟講啦，即係我啱啱提及過202嘅派息產品之外啦，其實大家熟悉嘅3433呢個美債20年期嘅 ETF 啦，喺1月份都會派息嘅。咁相關嘅資料詳情啦，都可以喺我哋嘅官網度留意翻。咁現時嘅股息率啦，大概都仲有4.8% 嚟講啦，都算美債嚟講咧，仍然長債嘅債息咧都係比較吸引啊。咁所以想收息嘅觀眾啦，亦都不妨用翻3433去部署啊。咁同埋最近啦，我相信有好多觀眾都會都有留意黃金嘅走勢啦。咁早前黃金上過4500嘅位置，亦都落翻4300。如果短期繼續特別，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喺美國同委內瑞拉一啲地緣政治嘅事件啦，都可能有機會令資金啦繼續流入去相關呢一類嘅避險板塊。咁所以黃金嘅話，不妨可以留意我哋嘅7299黃金兩倍睇升 ETF 啦，嚟部署翻啊！咁我諗今個月嚟講，黃金走勢對於呢一類嘅事件啊，都有機會繼續帶動，同埋美元持續係一個弱勢嘅情況啦。咁7299都可以俾大家捕捉翻黃金嘅走勢。好啊，咁啊非常之多謝 Kenny 啦，講咗好多唔同資產咧最新個睇法嘅。咁啊，到最後問翻你啦，有冇持有頭先講個相關資產呢？冇持有嘅，咁最後都提醒翻大家啦，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價格可升可跌，大家要繼續留意住 A Stock 嘅節目啦，同埋上翻南方東英嘅官方網站，留意翻產品嘅資料詳情先好投資啦。好，唔該晒 Kenny，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